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3篇，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第10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迹。人在困境当中所需要的不是人的能力，而是上帝的神迹。先知以利沙的时期，有另外一位先知学生的妻子，在他过世之后呢，生活就陷入了困境，并且呢，债主向他们讨债，也并且要挟要将他的2个儿子抓去当奴隶。他就向以利沙先知来哀求。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了以利沙听了他的情况之后所说的话。有一个寡妇，她丈夫是先知群当中的一员，她去见以利沙，就说：先生，我丈夫死了，你知道他是敬畏上主的人，现在有一个债主来要把我的2个儿子带去当奴隶，偿还我丈夫的债。以利沙问：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东西。寡妇说：只有1小瓶橄榄油，此外什么都没有了。以利沙告诉他：你去向邻居借一些空的容器，越多越好，然后你和你2个儿子进屋子里去，关上门，把油倒进容器，装满了就放在一边。于是那寡妇和2个儿子进了屋子，关上门，把小瓶子里的橄榄油倒进他儿子借来的容器中。他们倒满了所有的容器以后，寡妇问：还有没有容器？一个儿子回答：没有了。于是橄榄油不再流出。寡妇回到神的人以利沙那里，以利沙对他说：把橄榄油卖掉，去还你的债，剩下的钱足够你们母子过活了。虽然在人看来，这先知学生家的寡妇只有一点点的油，似乎是没有盼望，但是在上帝却不是困难的事。上帝所行的神迹足够让他还债，并且能够足够过生活。这正如同耶稣基督教导主祷文的祷告说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一样。每天有足够的食物，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跟神迹，不是吗？有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基督，快到了吃饭的时候，门徒们就来找耶稣基督说：解散他们，让他们去为自己的需要设法吧。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：你们给他们东西吃。神迹当然是上帝的全能，但是上帝却让他所呼召的仆人有机会参与他的神迹。以利沙是如此，耶稣基督也让他的门徒参与他的神迹。路加福音第9章第10节到17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喂养5000人吃饱的事。使徒们回来，把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向耶稣报告。耶稣就带着他们悄悄地到一个叫伯赛大的城去，群众一知道，就马上跟着他去。耶稣欢迎他们，向他们讲解有关上帝主权的事，又治好需要医治的人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12使徒来见耶稣，
对他说：“请叫群众散开，让他们到附近的村庄去找吃的东西和住的地方，因为这地方很偏僻。”可是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给他们东西吃吧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啊，难道你要我们去买食物给这一大群人吃吗？”当时候男人的数目有5000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叫群众一组一组的坐下来。”这组每组约50人。门徒照他的话做了，让群众都坐下来。耶稣拿起5个饼2个鱼，举目望天，感谢上帝，然后擘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就分给群众，大家都吃了，而且都吃饱了。门徒就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诗篇53篇，狂妄自言自语，没有上帝，他们都腐败，做了可厌恶的事，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。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，要看看有明智的也没有，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。可是人人都背离他，个个同样的腐败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上帝发问：作恶的人不明白吗？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？他们吞吃我的子民，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。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，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，因为上帝要杀灭他们子民的仇敌。他弃绝了他们，使他们失望蒙羞。愿以色列的拯救从锡安来，那时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，雅各的子孙要雀跃，以色列的人民要欢欣。感谢上主呼召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也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你的神迹当中，使人得益处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